上環嘅上環大道中，而我哋後面呢度咧就係上環文娛中心啊。係啦，呢一棟大廈咧總共有13層，而第4層至去第7層咧就係上環文娛中心。係啊，地下同埋1樓都係街市，相信好多人都喺嗰度買餸啊！我相信你哋都有人喺度買餸。向前啲，一日有暫停，一日有人推嘅行前啲。而喺街市上一層咧就會有一個熟食中心。除此之外，呢一棟大廈仲會提供俾我哋有唔少嘅設施。係啊，因為文娛中心有好多排練室同埋舞蹈室，而我都喺嗰度做過嘅，所以嗰度有好多俾我哋用嘅設施。如果有啲特別嘅活動，好似招待會啊、展覽呢啲咁特別嘅活動咧，就會喺6樓嘅展覽廳度舉行。我知道呢度除咗文娛中心之外，仲有水稻群益會同埋聖雅各福群會嘅添。如果你中意體育嘅，你都可以去隔離嗰一個嘅上環體育館。呢度有健身室、舞蹈室、籃球室等等㗎。呢一種建築物咧，真係為我哋提供唔少嘅娛樂。多謝。呢一個我哋媽咪做，佢哋讀咗書㗎嘛。好，咁啊，好啦，咁我哋介紹咗上環文娛中心喎，咁啊各位家長係明白當上環